的肝背，一句关心的话，你着穿好小小，会记你甲陪，吃饭仔袂，一句简单的话，想要对你讲，敢也阁有机会。爸爸，这条歌是为着你唱的。宝岛的歌音歌王洪一峰离开咱迄一年，伊的后生歌王洪英峰发表这条《相爱的人》。好朋友，高正要来讲一句话，良必厉害赞同。咱的台语歌坛若无洪一峰和洪英峰爸囝这一家的付出，相信今日毋是这款的面貌。河顶的光彩甲欢喜，洪英峰大哥要来到心所爱歌节目的现场，和咱做伙开讲。我大声就你来听。伫歌坛，原来真侪人咧拥护、爱听伊的歌艺。洪英峰的牵手张静云，阿嫂来讲起英峰大哥，因两个翁仔某私底下相处的过程。一句关心的话，你着穿好小小，会记你甲陪。吃饭仔我是伫一场演唱会餐会，就是要办这个演唱会进前有一个聚餐，然后我伫迄个聚餐内面识识洪大哥。其实我嘛无太多的想象了。那认识之后，我较讶异的就是他的生活很朴实，就健康的，早睡早起，然后大家拢会去运动，伊请的穿的用的拢足简单的。这有较出乎外意料啦，然后伊嘛使坐公车、坐捷运啊，对我们来讲伊是大前辈，但是伊即马对音乐表演的认真，我拢感觉就佩服诶，嘿，伊很要求做到完美这样子，然后每一次要去演出也好，要去录音也好，伊拢一定伫咧厝诶，逐工练习，逐工练习，逐工练发声。哪有一个人对音乐这么执着、这么认真安尼吼，然后要求这悬，然后若无达到，伊心情会无好啊。以我的理解，伊就是足爱爸爸的，伊足想要做好势，会得到因爸爸的欢喜，所以因爸爸安尼甲要求，伊就是希望会当完全做到爸爸的这个程度。我感觉伊对爸爸迄个爱，佫一直咧影响伊，伊想要甲每一件代志拢做到足好的，然后伊感觉安尼会当得到爸爸的欢喜安尼。我就叫英红啊，阮拢互称亲爱的。然后我是想要甲讲，虽然我定定嘛会甲碎碎念，但是我对你这份对工课、对音乐的执着，其实我是足钦佩你。只是我无希望这件代志造成你生活上太大的压力。那咱若行到一个坎站啊，我希望咱会当尽咱的力就好啊，然后咱会当轻松快乐过日子。从起爱进来。
今日咱要来欢迎，我足敬重，也是你足羡慕的。台语歌坛，爸囝两代人拢是歌王。洪英宏大哥欢迎。郭真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我先互朋友听，爸爸离开迄年，你发表的上爱的人。是，爸爸是甲我相处，即个时间真长嘛。自我细汉会当唱歌，到你即个歌坛，拢是爸爸安尼一手甲我栽培、甲训练嘛。我甲爸爸嘛有一个足深的感情咧内底啦吼。所以当伊真正离开我的时阵，当我咧思念伊的时阵，来唱出这条上爱的人的时阵吼。好像就是唱出我全新的那种思念，对伊的思念吼，甲唱出来。爸爸会当讲，大家拢做了解伊嘛，吼，伊是咱台湾老一辈，算因迄演的内底，伊嘛算台湾的一个代表的人物，吼，台湾的台语歌王。伊当然是将所有的这个。心血啦，对这个歌坛的传承啊，拢完全是放在我身上。所以伫我细汉就是一直甲我栽培，一直甲我训练。我嘛足乖，自细汉就是听伊的讲的，拢当作是唯一的一条路。所以我就爸爸讲的话，我就照安尼做。所以阮有培养出一个足深的感情。因为爸爸除了咧甲你训练以外，伊甲你当作男朋友安尼，伊会带我去散步。阮爸爸足爱行路的，所以我有遗传着伊的即个爱行路。所以我伫咧行路的过程当中，伊就是咧甲我教导、洗脑，将伊的观念拢慢慢甲我灌输伫我内底。所以。囡仔拢是敢若一个白纸共款嘛，你会啥物话，伊就听啥物话。因为我做爱阮爸爸，所以阮爸爸讲的话，我拢听得去，拢照伊的希望，照伊对我的期望去努力去做安尼。虽然你咧讲话敢若朋友咧，毋过伊咧甲你教，换一个角度，敢若有迄经验的一面对无？有，伊甲当做朋友就是那咧讲故事你听，互你安尼听会入耳。所以你讲爸爸是安那去甲音乐接触，是安那对音乐的这个坚持去努力。因为爸爸是敢若无师自通的啦，家己看册啦吼，家己安尼学习。伊嘛足认真的对乐器啦，对violin林啦、阿克雷风啦、个弦啦、钢琴啦、吉他啦，伊其实家己捌足济，拢家己去学。伊就甲我讲这种精神啦，就是灌输我一个精神，讲英宏，你自细汉就是爱认真练，袂当佚佗，安尼你大汉要安怎佚佗，你才去佚佗。所以我真正听入去呢，我讲袂使佚佗。其实你囡仔咧成长的过程有囡仔朋友啊，我搁进入国校读册了后，伊有同学同学会招讲要出去佚佗要去郊去控药所以我就跟爸爸说，那袂使爸，我较袂使甲朋友出去。伊讲平常时袂使，爸来礼拜，互你加1点钟你若甲同学有，互你1点钟安尼。所以是很严格啦。少年的时阵，细汉的时阵，真少岁时阵，就开始甲你练发声。系啊。到今嘛，朋友咧听你唱歌，讲那洪英宏，伊的歌声拢无退，拢无失，这也真正爱感谢伊。发声，这是我自细汉受爸爸影响。我到即马为止，若讲要安尼录影吼，我正头3、5天开始，我就开始咧练我的声。但是我的练声方法可能无像爸爸严肃啦。爸爸是用迄个 scale， 那像咱练钢琴要有迄 scale 迄种练习，音阶练习。迄种发声方法嘛是敢若音阶练习共款，你逐工拢爱做共款，其实做无聊的。过来就是讲，即摆咧唱歌，甲以早较无共款是，即摆拢有音响，
拢有足好的影响。所以你透过麦克风出来唱的迄个共鸣，甲你正经时安尼空空打唱的共鸣是无共款的。你妈妈讲互我听过，讲爸爸要求讲一定爱看，看较人去拍扑啊，才会当跳，才会当点。哦，这部敢若因迄辈拢会安尼用呢。阮爸爸也好啊，文迄阿七也好吼，因拢是迄尾音拢牵足长的啊。啊，所以爸爸自细汉带我出去顶台唱歌的时阵，伊就是做即类的歌，有一条叫做《故里类》，伊是特别为我写的。啊，到尾了伊就是一段牵长音，牵到尾了足长，啊，都有人拍谱啊，你才会当停。其实牵一下吼，观众朋友做热情拢会拍谱啊，因囡仔嘛很吸引人嘛，囡仔较特别嘛。啊，但是这真正有训练着。我即摆即个牵尾音，其实咱圈内内底要甲我比的有那无几个哦，就是讲它可以拉很长，那其实是有技巧的。你嘛毋捌受过徒弟，嘛毋捌牵过师啊，嘛无啥人有机会讲会当甲你弹呢。其实要学我的歌吼，无一定啊，你较教我安尼面对面来学。你听我唱的所有的歌曲，你仔细去听，你斟酌甲听。其实为即个听开始，你就会当去吸收足侪内底的技巧。啊，咱会晓唱歌，咱会晓表现咱的歌艺足好，拢是为音感开始。包括咱讲话嘛共款嘛，咱会晓学语言嘛是为听开始嘛。你若即个听力很好，音准很好，你听了后，你就知影要安怎唱。好当然唱，你就是慢慢唱，你的骨溜会熟悉，这唱法是安那来唱会较好听。大哥，你嘛捌甲我讲过，讲爸爸无共款，你伫歌坛的阶段，你都毋甲开始讲写歌互我唱。啊，见摆伊若写互别人唱的歌，你看着简单，写互你唱的歌，敢若要求拢真悬，敢若拢差几落度，对无？其实这个问题，我有后来佫有甲讲。啊，当甲伊真正想通了后，其实已经年纪足大啊。我会记伊要过身之前写一条歌，就足简单的，爱常常喜乐，爱常常喜乐，不住地祈祷，凡事感谢，因为这是上帝启示的话。向咱所听的旨，唔通消灭心内的感动。啊，后壁了，哈利路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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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足简单的。啊，伊较早无真少写这样，遮少度，啊，个旋律很简单的，伊较早袂安尼写。啊，无真正若逐块唱片哦，因敢若是要甲人拼，所以就是尽量迄melody来当较困难的哦，就尽量要我表现啦。把声音带哀怨，听着心茫茫，苦逼在迷茫，唱出歌声来逃亡。想起你甲我约束要相带，海水会干石头也会烂。你无嫁我无娶，永远袂来听说，无记离开来变歌，念不出痛苦的歌，手来唱着一首心内歌。
心茫茫，苦悲在眠梦，唱出歌声来透放。想起你甲我用锁要相娶，海水的干石头也会烂。你无嫁我无娶，永远袂来车线，无你离开来变卦，念不出痛苦的歌，手来唱着一首心内歌。你无嫁我无娶，永远袂来车线，无你离开来变卦，念不出痛苦的歌，手来唱着一首心内歌。爸爸虽然讲家己环境真歹，甚至我知影讲，到伊真出名的时阵，厝里原来毋是讲介好过，无像外人所看遐尼请赢。是。毋过伊个已经教咧，坚持要甲你送去日本，要去训练。其实爸爸伊在一个歌坛的演唱环境，其实无虾米有收入的机会，因为迄阵拢是靠着去戏院去公演。公演拢有主办的人嘛，若有趁钱，有可能就摕到；若无趁钱，常常拢摕袂到钱。爸爸佫是袂甲人计较的人。爸爸是较袂计较，因为爸爸嘛无喙水，甲我共款，我就是遗传无爸爸这袂无啥会晓讲话，佫会惊见笑，所以伊就无法度共讲。那个时候他就是没有赚到钱啦，吼。经济无介好，但是为着要栽培我，伊就是足坚持的。迄阵要出国嘛无容易啦，伊就毋知影哪去甲我搬出来，有去甲亲戚阿姑也好啊，是阮阿姨啊，反正就是妈妈这边的亲戚，安尼两方面来支持，互我当出国安尼。倒转来了后，有缘分入去到淡江中学读册，是，毋过无才调完成对古典音乐的训练，你嘛感觉讲真感慨对无？我有一个遗憾啦，就是讲迄个时阵，淡江中学的校长陈树弟嘛吼，陈世志，伊是咱台湾的4大钢琴家嘛，伊就是有心要甲我栽培，伊想甲我栽培就是安尼，照着安尼初中我是淡江中学读初中部嘛，高中甲大学，佫出国留学，拢是音乐系，伊是咧训练我的钢琴，古典钢琴。伊嘛有甲讲，因讲你免烦恼学费，反正校长会帮你准备。这就是听心，就是主安排。对，就是为迄个时阵开始，因为阮自细汉住咧台南，嘛是夜乡地拜，吼。尤其是我的同学一个叫大头啊，阮兜的旧厝隔壁住一间庙，伊嘛共款姓洪，甲我做好的，所以但是我自细汉就做好奇，甲阮爸爸问讲遮尔济神，拢做济尊嘛，去到对嘛庙，都一个神上大，阮爸爸其实伊嘛无特别的信仰啦，伊就是甲人共款，就是夜乡对拜，伊就甲我讲天公上大。天公，我就心内底嘛是做好奇，天公是啥？吼，结果去淡江中学读册时，因为是教会学校嘛，伊早时有听伊
走道啦，去教堂内底，甲因斗阵唱诗歌做礼拜。啊，咧做礼拜中间有一讲拄仔讲，我就是迄位创造宇宙万物上大迄位上帝。啊，圣经内底都有这站嘛吼，有安尼写。我就是心里面蛮笃定说，这就是我细汉咧问迄个上大的，我终于找到了吼。迄个时候妈妈就是甲爸爸分开嘛，妈妈的唯一的依靠就是阮遮囡仔，除了这以外，伊就是基督教变做伊的信仰甲瓦靠。校长陈树弟就甲妈妈讲：“英红，你免烦恼啦。”咱妈妈嘛是足烦恼，就缀起来台北。两个弟弟妹妹就伫阿嬷遐，伊就缀起来共煮饭，嘛看着我啦吼。若是这种生活袂歹呢，去遐做礼拜，佮逐工安尼甲我训练。我特别校长甲我训练了后，我就是伫因迄教堂的边仔一个教室，有一台钢琴。我就咧弹，哒啦哒啦啦哒哒啦啦哒啦哒，我就唱去4:55的日本歌啦。那达瓦斯咖喱，一堆学生囡仔拢在边仔围起来，我听会甲我拍谱啊。我日本回来之后，我都最厉害，我都晓自弹自唱啊。所以这种生活袂歹啊。但是校长会甲我念，讲英红你即马。校长教你练古典，这是需要练习，你要练到愈熟。因为遐需要看谱，我一直甲你教，安尼听多照着听多，你才会赴去甲人考试嘛吼。校长做好啦，伊虽然安尼甲你念者，伊嘛知影伊咧偷笑，伊尽量叫我莫弹迄流行歌，因为流行歌足简单嘛，因为我音感好，我捌听过歌，我家己就法度甲弹出来啊。古典无共款，你是看谱，你会训练你的看谱能力，你就要很快。到老尾无法度坚持落去嘛，甲生活家庭的环境我看妈妈呢做辛苦啦，第一，过来就是讲，迄个时阵，阮爸爸有一个学生是咧，像迄种叫做club，就是酒廊啦，吼。即马可能都演变无啥共款，较早就是纯粹一个 piano bar， 然后让观众来的客人可以唱歌。因为我去日本练嘛，做些日本歌我拢做识。所以日本客迄阵都要登济嘛，刚好台湾经济起飞的时候，阮迄个爸爸的学生，我叫伊哥哥，伊就讲英红，你来甲我代班者好无？我去代班，代班了后，节目足济哦，伊就分互我，那会遮好弹。因为迄阵日本人若唱歌，因为你个弹唱都爽了，伊节目拢足济互你啦。所以我就觉得这样是不是一个方法？我若平拜六礼拜，我就去安尼代班，期间拢有收入。佮加上迄个时候阿伯库，我有一个爸爸的足好的朋友，较早嘛唱歌叫474嘛。伊较早甲郭金发啦、林春福啦，伊叫陈木，总共4个人。迄个时阵就讲英红来啦，你放假时间咱来录音。我甲你介绍唱片公司，甲你出唱片。所以我迄阵就已经开始录足侪唱片啊，为13岁到15岁，一直到16岁，我录一个唱片叫《北国之春》。迄个大风洞，迄个大风洞，迄个迄4声道，迄阵流行的4声，迄牵车的4声道，销路足大，所以迄阵就红起来啊，所以开始就咧唱歌，人就邀请我去做秀啦，去歌厅唱。我拄仔讲迄段就是讲，我感觉爸妈妈安尼辛苦，我想讲。无我出来弹琴好啦，所以我尾全放弃校长要教我栽培这条路。这就是大汉后生的责任，敢是？是，我也是安尼讲啦，但我心里面还是很过意不去，因为我觉得校长对我这么好，所以我就一直在内疚，一直在心里面内疚。但是当我出来唱歌，有一摆我毋知是19岁迄阵。一个录影的电视节目，因知影去调查讲有一个音乐老师教我训练，足听我的，所以就是甲伊连线，就电话连线给他。我听到校长的声，校长，我足歹势讲话，伊讲英红你即马好无？我听讲你即马录影唱歌唱了袂歹，我听伊的声，我目眶都红起来。
我觉得很感动啦，他竟然还可以这样的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讲话，而且很祝福我，而且还问我说：“啊，你看妈妈好不？啊，你有可以教会不？安尼啊，教我们。”经过遮久啊，系啊系啊，咱也是足少年伊呢。是我嘛做少年的，所以我第一遍会当出国，我就去美国，迄阵退休就去美国住，我去 LA 在洛杉矶，我去看伊，还看我足欢喜。第一件代志讲，英雄来，你唱你的成名曲我听，我听我的朋友讲，哦，你做侪歌拢做流行，我唱有嘢，我感觉唱民谣好听呢，我唱伊最爱听咱台湾的民谣，有夜花啊、望春风这类的歌。伊嘛知影我的迄阵我的歌足流行，伊讲听讲有一支小雨伞，我嘛唱好听，足欢喜的。双双对对，啥人陪啥人，谁知影？悲欢离合，眼花缭乱，爱是一生的操烦。请你加予我一世人来作伴，你来予我来分担。月亮光光，你红红的嘴唇，我等你一句话，请你加予我。神创造男女是要他们结合在一起，因此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两人成为一体。你愿意娶她为妻，爱她如同自己，无论在贫穷、在患难、在疾病当中，都无条件的爱她、照顾她，直到永远吗？男男女女，双双对对，啥人陪啥人，谁知影？悲欢离合，眼花缭乱，爱是一生的操烦。请你加予我一世人来作伴，你来予我来分担。月亮光光，你红红的嘴唇，我等你一句话，请你加予我，请你。
北国之春足迄度啊，开始歌厅大家邀请。是啊，毋过咱知影，佫过无几年，你换过公米遐，就佫跳一坎足大坎，到全国大轰动啊咧。迄阵真感谢啦，因为我咧西餐厅有那唱了足快乐的啦，啊嘛有人叫我去做秀，我就请假，才去歌厅中南部做秀。黄敏老师来找我，伊讲英宏，即摆有一间唱片公司吼，想要甲你出台语的，啊要甲你塑造一个形象。会甲你好啊包装，好啊唱安尼。因为我较早咧也无几也是只是干那录音尔嘛，嘛无做任何的宣传。啊，迄阵宏观唱片类似就是干那 B 版，啊，搁一种跳一级就是 A 版啦。A 版就是讲有做宣传的，啊有大间唱片公司 support， 啊有经过媒体啊这样安尼做宣传。啊，伊甲我讲要甲你塑造一个像青春偶像安尼，因为迄阵。17岁嘛，吼，17岁伊来甲我谈，结果我想讲好哦，来去试看卖啊哦。啊，吴敏老师嘛做生意的，啊，伊讲伊要制作，我讲好。啊，我当吴敏老师嘛写做这歌嘛，吼。啊，伫整个过程当中，也没想到这条路就是上帝帮我预备的路。我的歌就慢慢这样，也没有说非常快，但是就是有听到广播。到电视，因为台语要上电视无容易嘛，啊，迄时阵公益唱片甲电视有一寡关系，所以我就从综艺100啊，张小燕啊，那这样的一个节目就出现了。那出现之后，他们又有做排行榜，那个时候的排行榜就串起来了。那我其实是第一个唱片，我是南楚汉是咧电台安尼放，唱片的主打歌是《天无绝人之路》，结果是红，我是南楚汉。第二张专辑是《我带你情》，歹路唔通行，结果红就伤死好。哦，伤死好是咱有史以来卡拉 OK 第一个先祖啦。迄阵打卡拉 OK 打开始嘛，哦，这条歌做侪人咧唱，做侪人咧唱，甚至校园到这。学生校园，他们就在流行用吉他唱这首歌。尤其迄个副歌，哇，对，足迷人。他这首歌，它的值很高，他一般的台语较无这种节，啊，伊就是有一点啊，这国语歌的节，敢若较早的民歌这种感觉，所以就打通，就没有让人家觉得说台语歌外省人就不听，所以做这外省人嘛是听台语歌啊，一直到第3张唱片《行准人的爱》。啊，吴敏老师其实足好，伊有鼓励我，伊讲英宏，啊你家己捌音感嘛，家己晓写，你著写啊，要紧啊。啊我著坦白甲老师讲，啊老师我词较含慢呢，吼。啊伊讲无要紧啊，无你写曲，我甲你写词啊。所以这条歌是你曲先做好，伊才甲你填词。其实我本来有一个词，是我甲江辉写的，较早叫江淑辉啦吼。迄阵江淑辉的时代，我甲伊斗阵写的歌词。珠泪点点流袂离，心肝像针围，足悲的啦歌词。迄种台语歌拢爱经过审查。啊，我有听，我有黄老师听，啊，黄老师讲，这敢若有较悲呢，所以可能审查袂过。你若审查袂过，等于电台啦、电视都无法度放，吼。所以迄阵我讲啊，无黄老师，你帮我写词，吼。啊，所以这个写做《行准人的爱》。啊，这条歌就是这个唱片的主打歌啦，哈，它有红，但是更红的就是在里面第4首 B 面的第4首的《一支小雨伞》。所以有时候选歌你也不知道哪一首会大红了哈。那行准人的爱有人在传唱有红，但是一支小雨伞串起来就很快了。他那个时候就排行榜一直保持第1名哦，在综艺100里面，啊，就真正做红的，啊，做红了19岁，变做一支小病症，一支小病症，我就是受伤啊，被杀，对。迄个时阵，就是大哥你咧讲的，讲反省起来，敢若无啥会晓甲人相处，甚至有的人感觉讲，红红真好唱歌，但是敢若无啥爱甲人交陪。因为我自细汉就是爸爸这种教育啊，佮加上遗传父母拢毋是介有喙的人吼，
唔知影甲人安怎相处也好，还是讲这个整个演艺事业，其实迄个时阵嘛算作复杂啦。因为台语界的话，那个时候因为都是黑道嘛，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经济在起步，包括这个五路场所啦、西餐厅啦、歌厅，几乎都是黑道在绑动啦，在主办，所以。歌红了之后，很多邀约要叫我唱歌，要唱歌。其实我是有理想的人啊。你想我在西餐厅会唱啊快乐，是因为我是自己弹啊，我自己玩音乐啊，甚至音响是在旁边我自己调啊。但是当你变成一个歌手，你起来徛咧唱的时候，是别人帮你伴奏，别人帮你调音响，所以那个就会碰到很多技术上的问题。但是我知影，我听有。但是我不会沟通，所以我就用逃避的说无规卖走。都有人要找我拍电影啦，我感觉袂歹啊，这当试看卖啊，因为也是一种新的尝试嘛。虽然是查啦，但是我感觉拍电影也蛮好玩的，我就在学习。那我就跟妈妈说，人若打电话来，你也讲，现在银行无用啦吼。结果有人敲来啊，银行伫无？我想要叫伊做小。银行有交代啦，伊讲即马无用啦，就直接甲摕掉啊。我一个爸爸的学生，伊拢带我去俱乐部开始弹，开始出来唱。他有一个表弟，嘛是拢教我做好。他们有一点像在地甲头迄种感觉啦吼。伊就甲我保护啊。迄阵讲在16、17岁不在弹琴嘛，无简单的，好像台上也有规定，好像小孩子是不行的，要满几岁。我种街头摸地的，我嘛是去你弹，唔知我几岁，我声已经变了足紧的，拢变老声所以那些朋友都从小很照顾我都有一个就是我讲的迄个兵，我学生的爸爸学生的表小弟叫做阿明。然后我讲银行，阮天王西餐厅吼，要搁再度新开无，会当邀请你来遐唱无？我老讲，我可能袂使呢，因为我妈妈讲提出济拢无，讲无法度去，讲无用。我即马来唱你遮，安尼会出代志哦。朋友咧甲我拜托，伊佫照顾我，伊讲，银行我甲你保护啦，你要来吼。阮就是带队等你，就甲你保护起你，你唱完就走，安尼就对了。怎么那么巧？我妈妈刚好跟我讲说，恁阿舅讲伫倒一间教会迄间教会都希望你去甲唱几条歌，唱诗歌互因听啦，唱煞，就才为天王旗餐厅。那个天王旗餐厅是在国宾饭店的隔壁就在那附近找停车。找完停车，因为时间根本袂赴我讲妈妈你慢慢行，我先来去。结果行到这个国宾饭店隔壁叫三德大楼，那边以前都是西餐厅，3楼、4楼、7楼、8楼、11楼，我是在1楼的天王西餐厅。我就在下面要进电梯的时候，突然有听见安银行，我就挖过，我想是亲戚还是朋友。我过来开始这样擂了，用匕首擂了耳朵2刀，背部1刀，这样子就杀过来了。所以应该是说因祸得福吧，因为被杀了之后，昂嘛，出轨嘛，然后就更红。那我从那个时候就完全封闭了，因为说实在我在玩音乐是很开心的。那这种当歌星之后有种种问题没有办法排解嘛，我那个时候只能借酒消愁，我那个时候就养成一个不好的习惯，也是我一种发泄的方法，所以这段时间也算蛮长的，要10年我很闷闷不乐，所以那个时候看到我的人就觉得洪荣宏好像很会唱，但是他好像不是太快乐而且我唱的面拢足严肃，因为无快乐嘛。你现在看我拢都很真实，你看到的我都会表现出来。你讲2006那场，你讲你有去看我唱嘛？那是我第一次的演唱会，也是盛情难却，人家请我去唱，我去唱了，结果
就是不如意，那些音效啦、乐团啊各方面都没有办法配合到最好。讲到这，就跟我对心内一个对你足歹势的话，一定爱讲。是，因为迄个时阵《中国时报》邀请我甲你写评论，我写了，家己即马感觉足后悔，我写了足严的，讲我家己做主唱，啊家己敢若搁咧指挥，敢若搁咧反复讲后壁调音要安怎做，我唔知，真正唔知影，今日听你讲才知影讲，原来后场甲你配合了无好。做好笑一个代志，我叫一个调音师。我感觉讲这个调音师，我可以跟他磨一磨，应该是会不错的。因为我后来知道说这个调音很重要，因为我们有做过台湾红歌星了嘛。我对音响，对这些比较专业的东西，我就慢慢深入去研究，去学习。所以我知影应该是安怎做会好。那就是从彩排开始，我的调音师都没来，那样就放我鸽子。到了要开演了的几个钟头前他才到，那怎么有可能会调得好？因为我们一场演唱会要唱多少歌啊？那每一首歌的曲风形式都不一样，音乐要怎么呈现都不一样。那你调音师没有来，难怪你会看到我在那边还是闭大声、细声，一个不搞用大声。其实很多时候你哪一个环节没有弄好，那大声拢是不好的。因为那个已经打架在里面了。像单集团、港团，每一个人都很专业、很灵敏。我在讲下音听有，那我在跟上面沟通，我也学会怎么跟人家沟通。那这样子大家都是在学习进步嘛，对啊。依照我的个性就是较袂晓，较袂晓拒绝，那就是这样答应了，对。慢慢听，慢慢行，阮若闻，阮若看，看一个花花世界这呢宽。有情有应也，有世俗有世寒，念咪好天，念咪好这大，像花开的繁华。有一日花蕊嘛会谢，春夏秋冬轮流，五彩缤纷有常变化。流过爱，流过恨，无底载。我也是迄个过去的我，青春一条歌，阮犹原继续在唱，你爱听的迄首。一日花蕊嘛会谢，春夏秋冬轮流，五彩缤纷不常变化。
落尾手，什么原因，互你勇敢，互你坚强起来？讲我袂使亲像过去安尼，一直郁闷，我就爱唱新歌，就爱行另外的路。当然，唱新歌这是我事业上，我后来有一位贵人吴新东先生，伊就跟我合作嘛，所以我就成立工作室，可以照着自己的理想去出一寡专辑。那总讲我做人这方面的甲人相处这方面的成长，是因为我家己有宗教信仰了后，就因为上帝给我力量，我才有法度慢慢去将家己一寡歹习惯改掉。走向愈好的所在，我咧听你《青春》这条歌，这个作品的时候，是，都真正体会。我敢会当讲，《青春》这条歌唱来到这，当着小云姐嘛是上好的安排。当然，感谢主。一当讲上帝给我一个做好的伴侣，两个都可以在同样的兴趣里面去生活、唱歌，都结合在一起。尤其我们后来发觉，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兴趣，比如讲，我都喜欢大自然，喜欢田园生活，喜欢养鸡、种菜、种树这些东西。那好像人就是会慢慢回归自然吧。当我去碰到这些土跟树，我觉得它是很疗愈的。那跟鸡相处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找到很多的喜乐，然后很多在歌唱里面找不到的，因为要互相弥补。单单只是唱歌几笔，你也会觉得说，你也不可能每天都在台上嘛，所以你还是要安静下来的时候，沉淀下来的时候，久久出去唱一次，大家那种期待才会不一样。青春这条歌是什么缘分去写出来？从大概6年前，2018、2017，然后再碰到疫情，到去年年底的这个演唱会这3遍，那我感受到跟观众那种情还是在的，观众朋友对我的期待，所以我想做一首歌跟他们有延续，因为除了在听这些老歌，他们有一些画面以外，我也要找些新的跟他们现在有结合的。那现在我怎么跟你们把感情的就讲，我现在跟他们唱歌就好像朋友一样，那我在唱这些歌可以带你到很多以前的回忆，那这首歌也希望它能够找出我们之间的那种互动的关系，所以我都特别去写安尼一条歌出来。这条歌足好听，真正足合阮所熟悉。真侪朋友对少年一直甲你做伴，对，爱听你的歌，到甲当，伊嘛咧成长，你嘛咧成长，係啊，很主时的，很主时的，足圆满的，跟观众朋友有一个互动的一个感情流露。那这首歌也可以放在一个演唱会里面的一首大曲。因为较大曲啦，因为演唱会里面很需要这种大曲来压场面，所以这个是算一个大曲子的一首歌。台语歌坛嘛无洪一峰、洪英红，爸仔囝，佮你的兄弟啊，这家人，今日唔是这款的面貌。你心内在想，未来台语歌坛，该当时行对什么款的方向？甲阮小讲一下。其实即马要互歌坛继续延续，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唱歌尔嘛。因为即马媒体已经去所有这先进的这些所有的软体已经取代了，软体硬体啊这些都取代了，所以听歌变作是只有唱，你才有法度把歌一直延续下去。所以我也让自己有机会，我还是尽量出来唱。让歌可以让朋友一直不断的听到，不然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天地，都是一个小群，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的媒体，歌一出来大家都听得到，所以我就尽量唱嘛，让他们有歌继续传唱，较袂讲较像了遐老歌嘛，对不？新歌嘛是爱互因会接受的，是讲你难度太高了，他们自己诠释的也不会太好听。所以就尽量唱迄种，一般人唱出来蛮好听的，那首歌就会有传承。袂歹学。其实咱台语歌，遐老民谣像望春风、吴耀辉，足简单的，迄个音无归音呢，但是它就是会流传，太好听了。好歌不见得要那么复杂，一支小状也无做复杂吧，系啊，唱好嘛无做复杂吧，系啊。
所以就尽量越简单越好。你每一个专辑讲究用心，原来有这么斟酌的所在。是，男子汉加油！谢谢男子汉加油。这是我下辈，唔是咧甲你占管，是大哥另外一条我最爱听的歌。是。我要拜托大哥今日专工来啊，咱咱心所爱的歌讲头前，印一个，互所有观众朋友流乱。好啊，甲世界电影明星共款的手印，大哥请。利用了。对，来，好，大哥请坐。感谢永丰大哥今日专工来开讲。你有一条歌，歌词讲，人生的歌有短有长。我相信有情人才会伫歌坛，才会较遮侪歌迷互相相处，行遮尔久的路，到担还佫有责任，还佫对歌艺遮尔用心计较。过去的种种点点滴滴，伫阮的心肝内，永远互人来尊重。多谢永丰大哥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。多谢。敢也阁有机会。